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，好不好？應該很民主。也天到嘞，要吃什麼青菜吃起來會比較清涼呢？今天呢，我們就要來吃這個叫做過溝菜蕨，也就是薏芥，來看看要怎麼料理它吧。煮法呢有非常多種，有一些會用炒的啊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要把它用川燙加美乃滋，吃起來比較適合夏天。而這個過溝菜蕨就是我們今天要學到的一個單字嘍，就是叫做薏芥，薏芥。而且如果你想常吃這個薏芥的話，你會發現它吃起來有青澀味，青澀味的客家話講起來很可愛哦，就叫做夾夾，夾夾。當然，川燙的時候有一些技巧，就是你加一點點油的話，等下青菜燙出來會比顏色比較漂亮一點。那因為我水已經滾了，我就直接把我的這個過溝菜蕨放下去嘍，燙一下下就好了，才會保留它的嫩度這樣子。我現在可以盛盤了，因為今天我們的菜蕨呢也是清晨就是買人家現採的，所以它算是很嫩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們現在先來取出一個蛋黃哦。好，剩下蛋黃了，我把它放到正中間哦。而這個時候呢，也教大家講一句客家話，就是過溝菜蕨吃起來有青澀味，就是叫做薏芥食起來夾夾，薏芥食起來夾夾，有一點青澀味，你們喜歡嗎？好，加一點美乃滋上去嘍。好，這個過溝菜蕨呢已經煮好，請試吃員來趁熱幫我們品嘗看看。好吃。教你講這一句客家話，過溝菜蕨客家話就是叫做薏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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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得很好哎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這道菜過溝菜蕨，你們也喜歡吃嗎？好，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學到的新的詞嘍。第一個詞就是過溝菜蕨啦，就是叫做薏芥，薏芥。第二個呢就是青澀味，夾夾，夾夾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過溝菜蕨吃起來有青澀味，薏芥食起來夾夾，薏芥食起來夾夾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今天學到的這些詞啊，只要你記得之後，你的客家話呢，就算是比較普羅級的嘍。所以多多練習啦，明天見，拜拜。